今日係海恩斯浸信會中文堂獻堂禮嘅日子，亦都係耶和華所指定嘅日子，要我哋一齊咧係歡喜快樂。我哋為今日嘅獻堂禮獻上最大嘅感恩。係啊，我哋真係要獻上最大嘅感恩。神保守海恩斯浸信會中文堂有16年喎。回望過去16年，我哋睇到不論係個人、家庭或者係教會，都經歷咗好多大大小小唔同嘅挑戰同埋困難。但係我哋睇到神在其中啊，弟兄姊妹咧不斷嘅緊緊嘅倚靠神，找緊神，咁樣咧就同心合意，眾志成城。我哋能夠咧靠着神嘅恩典繼續前行，真係我哋係要獻上最大嘅感恩。如果唔係，我哋真係冇辦法走到今日嘅光景。同時我哋即係睇到神嘅建造，佢不但只係單單建造環境，亦都係要塑造每一個願意回應神嘅子民，成為呢個世代嘅見證人。咁我喺度鼓勵大家繼續嘅緊緊跟從主，以基督為中心，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嘅係為神擴展神家，願意神得着呢個最大嘅榮耀。俾一節嘅經文，大家都係耳熟能詳噶啦，就喺馬可福音嘅12章30節，耶穌給我們最大的誡命，就是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。今次咧呢個浸信會中文堂由神引導同埋帶領咧，從呢個市中心搬到去社區嘅住宅嘅範圍嘅裏邊，肯定咧係有神嘅旨意同埋嘅心意喺裏邊。我相信咧，神一定會大大使用你哋咧，係擴展你哋侍奉嘅範圍同埋境界。我哋喺呢度咧就願意咧係用雅比斯嘅禱告嚟到祝福你哋。但願神與你哋同在，賜福俾你哋，擴展你哋嘅境界，以致你能夠喺海恩斯嘅地方為神嘅國度發光作鹽祝福你哋。我哋一齊願一切嘅榮耀頌讚都歸俾我哋嘅主耶穌基督。感謝主 Amen。